后来乡亲继续来看这个疫情指挥中心是毋是咧起大乱拍不无咧？台大公卫学院甲中华县卫生局合作的万人血清抗体检测，本地8月25要来公布，煞临时喊停。外界质疑是毋是内容或者是过程有欠点？参这个指挥官陈时中拢讲，无应该安尼来看白，讲看白，等于会互社会有更较侪议论。上新的消息，这个中华万人血清抗体检测的报告，明仔载的顶播，也就是明仔早起10点要来公布。而且这个报告对国家的防疫的安全是有保障的，没有发生社区流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明。台大公卫教授陈秀熙一出面就大声坎仔保证讲，中华万人血清体检的实验一定对防疫有帮助。凭良心讲，如果我今天有压力，我就不会站在这里。伊直讲伊无压力，但是台大公卫和中华县的合作，社会一直有质疑的声音。原本是8月25要公布期中报告，嘛临时取消，佮去有指挥官陈时中讲是空白。咱来听陈秀熙安怎讲。可以有快速的同台审查，也可以有发表文章的同台审查，好，所以这个方式会有在学术界会有不同的做法。那我们会用最快速的方式。批评人家盖牌，你一定要有足够的证据。我觉得他不是盖牌。他就是觉得他的资料需要进一步的厘清。连专家李秉颖上广播节目拢替伊讲话，陈秀熙嘛一再驳回讲报告早就写好啊，但是还阁经过同事的审查，速度会较紧的。如果指挥中心学界支持，就会当用非正式的研究、服务性质来公布，就惊讲阁拖落去，争议歹上煞。